石大人看起来神采奕奕，看来我军要拿下玉荆州，绝非易事。确实，人逢喜事精神爽，还望伯爷早日醒悟，悬崖勒马。花花，你当真要嫁给石坚？皇上已经答应了，婚礼会在玉荆州举行，到时候会停战3日，绝不为难来参加喜宴的宾客。伯爷若是来，我和石大人自会欢迎；伯爷若是不来，我俩也能明白。难道你忘了吗？你我说好的，要一起过平凡日子，一起归隐山林啊！伯爷，画画是我未过门的妻子，还请自重。强娶一个不爱你的人，你良心何在？伯爷，你说过要给画画幸福，却屡次让画画陷入危险困境，又有何资格质问在下？这是我与画画之间的事，与你无关。伯爷婚书已撕，今日我与画画前来送喜帖，为的就是让伯爷明白，伯爷与画画再无关系。画画，你跟我回去，我立刻派重兵拿下玉荆州，杀回京城。伯爷，你这是要我舍弃家人的性命，做一个不义之人吗？我绝非此意。伯爷，我还有一句话，请伯爷好生考虑。皇上有感伯爷智谋过人，辅佐皇上继位有功，特要石某告知伯爷，只要交出蜀王，放下兵器投诚，皇上非但既往不咎，还会加官进爵，恢复荣氏，一门荣光。你想让我助纣为虐，为虎作伥，绝无可能。既然如此，那你我日后只能兵戎相见，一决生死。好，季老这个王八蛋！他让画画亲自送喜帖，肯定是想让军师参加婚礼，然后再布置一个陷阱，把他给杀了。